单字人的内批。我对语言学无啥物深入的研究，照我粗浅的看法，伫所有台文的系统当中，嘛赞成用汉罗的方式来表达。毋过真歹势，逐摆看到汉罗的文章，拢较无耐心读落去，所以伫遮顺续甲你请教一下。有真侪台语的汉字，在早正人都拢用甲真惯势，亲像台语姓氏、起英文，甲民间的歌册所底用的。是安怎？即马有遐尼侪人伫一寡真平常的字，一人写一种，讲家己用的是古字，亲像人、会、在、倒、地等等，咱敢毋是真自然会晓分别？人当时要读做人，当时爱读做人；会当时要读做会，当时爱读做得；在当时要读做在，当时爱读做伫；倒当时爱读做倒，当时爱读做坐。是安怎？阁有遐尼侪的龙、做即类的字走出来？是毋是使用上愈复杂，愈无人爱读？这是我外行人的疑问。编辑式的应答：多谢单字人先生的批，讲到阮通信使用文字的原则，甲对台文发展的看法。伫第一期甲第二期拢有讲过，阮完全同意陈先生的讲法。社会上正人已经惯势的字都是正字。阮感觉台文的发展，伫即马上重要的毋是文字的问题，较重要的是爱鼓励搁较侪人来写台文、读台文，用台湾话文来思考，来交换意见。另外，为着要互少年人台语的发音较正确的罗马字必须推广。阮感觉若有心要学写汉罗台文的人，干那用20点钟的时间来学台语电脑，就一定有法度用台文来写文章。这是阮亲身的经验。讲台湾话、写台文，毋是台语专家的专利，嘛无亲像一般人想的遐困难。用母语写作是真自然，阁真爽快的代志。